做乜嘢啊？我嚟俾佢望清楚我個樣咧，第日落到黃泉路都知道冤有頭債有主啊嘛。蘇世傑，你知唔知你而家喺度做緊咩啊？你喺度放虎歸山啊！你以後會更加瞓唔着覺噶。我真係好中意你講嗰句咩放虎歸山，你講得好鬼兇猛硬啊！你笑，即管笑，總有一日你想笑都笑唔出。咁你嗱嗱聲翻去練下吓，練300年都唔緊要，我盡量唔死嚟到等你。哇！係啊係啊。